咁今日會有一個比較嘅細少少嘅湯皮向下擰轉嘅方式，捲嘅次序位置都會比較係有一個規則性。咁髮尾位置都記住一定要捲埋啦，大概可以攞4至5執左右。用呢個擰轉嘅方式去夾頭髮弧度，亦都會比較自然啲。所以我哋捲嘅時候向翻同一個方向就已經足夠噶啦。耳仔下邊嘅地方開始捲就已經足夠啦。一個闊齒梳，輕輕梳翻落去，我哋將佢分區，頭頂區先攞起，耳仔攞到去另外一邊耳仔嘅地方，就可以先固定佢，夾起佢先。為咗鞏固嘅關係，咁我哋通常用翻我哋呢隻橡筋，再收緊，跟住多餘嘅我哋剪咗去頭頂中心度攞起，跟住用兩手嘅方式，再放喺我哋嘅頭髮側邊，再攞個 U 偏暫時固定，等到冇就位就可以先攞起咗頭頂區，一路順翻嘅毛流，大概攞3執，第一執上邊，第二執呢度。第三執喺左邊，呢一邊嘅頭髮喺正我哋嘅耳仔對上呢個位置，攞個大弧線，做兩手一下兩下就去到另外一邊，去到相反嘅方向，跟住之後攞個 U 偏做一個暫時嘅固定。因為用 U 偏固定嘅關係，所以我哋成個頭髮亦都比較好抽。正前方呢個位置呢，我哋就留翻少量嘅頭髮，一陣間我嚟遮蓋翻個面孔，先梳順。兩手嘅原因主要就係可以碌住啲頭髮，等佢冇咁容易散，所以實際唔需要擰到出嚟俾人哋見到係兩手。咁跟住之後啦，將呢個固定喺我哋嘅橡筋位旁邊，再輕輕調整翻我哋嘅抽絲。另外一邊呢邊嘅頭髮又係啦，我哋留翻一個三角喺前面呢個位置，過咗我哋嘅耳仔，先做兩手，擺喺我哋嘅橡筋嘅左手方。可以攞個 U 偏暫時做固定，先抽咗頭頂區嘅部分，再順延落去，再嚟側邊近耳仔地方都要有少量。紮之前呢，我哋首先用一個硬身嘅 hair spray 再作固定，所有嘅每一個髮束我哋固定一下。固定完成之後咧，用兩個夾一個橡筋一次過綁起佢，先插咗一邊，一直夾落去，跟住再翹，盡量翹嗰陣時候小心唔好將我哋頂區嘅頭髮整散，或者可能係令到佢嗰個形狀變得更加奇怪。咁其餘嗰啲我哋就可以攞翻起啦。咁我哋只需要遮蓋我哋本身嘅橡筋位置，下邊呢度攞翻一側頭髮，跟住之後翹一圈，翹兩圈，盡量遮蓋咗橡筋位置，跟住剩餘嘅頭髮，我哋攞呢一隻放落去我哋嘅橡筋位置，穿過咗呢個位置嘅話呢，咁我哋就可以用 hair spray 再固定啦，就唔需要用任何嘅夾啦。加強少少我哋頭頂區嘅攣度，今次我哋嘅髮束就要再細條啲，喺個頂度大概攞3束。攞完3束之後，再喺最側邊嘅地方，我哋都要補強。所以面嘅我哋攞3束，最側邊嘅多2束 ，total 就5束。等到我哋個馬尾變得比較蓬鬆，甚至乎個立體感亦都會增強。再用闊齒梳幫佢調校一下。咁呢隻捲頭髮嘅攣度相對嚟講就會變得比較柔和，而唔會太過強硬，跟住都會比較自然。感覺上亦都會比較時尚啲。前陰嘅部分頭髮往後捲，咁我哋再推返前嗰陣時候都好，都可以遮蓋到我哋平骨嘅位置。U 偏可以固定，因為我哋用 U 偏固定嘅話，頭頂區繼續做返少量嘅抽絲，甚至乎一啲線條出嚟。跟住我哋再喺我哋嘅前陰位置加強，咁我哋就會完成我哋今日嘅造型啦。